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找我的姑娘啊！哪有？臭油鸡，臭油鸡，臭不拉几。麻花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铁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江苏。这20-30年来，对国外寄来台湾的新娘累积已经超过60万人。这个外国籍的新娘，也就是华语讲的外配，离乡背井来到台湾这块青疏的土地过日子，迄种苦闷的心情，一般人可能真好理解。今仔日旁的故事，咱们来讲一个几十年前印尼新娘的故事。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台闽人的田庄文明纪事《印尼新娘》。1999年的9月2日，台湾发生近100年来上大的地震，有2000多人不幸往生去。全国团结救灾，连厝边隔壁的侪国家拢有派救援队来斗骹手，表现人道上介高贵的情操。我有落去斗六，搁入去南投，想要斗3共救灾。一世人毋捌看过遮济尸体，毋是战争，嘛无犯啥罪过。他会共时间失去遐济性命，敢是现代人出啥问题，爱受这款折磨？往生者并无啥物罪孽，因所替世间人担罪。我伫斗六的现场，有识识一个同款志愿救灾的中年人，伊叫做阿元，甲我不只有话讲。我问伊：娶某未？还未，当时才要娶。最近有想要娶一个印尼新娘。哦，咱台湾人娶南洋的新娘啊，敢若真普遍。毋过我是专工警的。专工警的？安怎讲？我有特别的理由。啥物理由？我是为着要互阮阿母较有伴。恁阿母敢无人陪？若有趣味，我带你来阮兜。就通知影阮阿母的故事。第2天的晚暗时，阿元有影招我去因兜，洗身躯身穿换衫裤，为了消除尸体臭味，逐工有关单位拢会甲阮消毒，迄款药水的气味更较重。我俩准伊住伫附近尔。哪知坐伊的东公仔车一段路驶不知久，我心肝内要是学老阿元有影真好心，无少路途，逐早起就准时来厝倒去的现场斗3工。这个所在是我头摆来，离北港无介远，车队大通路我入庄卡路啊，天色暗嘛，夜蒙雾搭伫这个渔村，窗仔门拍开，咸味随流入来。车前顶笑窗蒙雾，敢若有灯火咧叮当，应该是渔村啊。四边点糋糋，敢若天地拢焦困去。毋那，连海嘛困去。
到河边，我入一条足细的路啊，敢若车身拄好会当过尔。路仔的前方就是阿元因兜。到啊，阿母，阿元，你到厝啊？阿舅伊是？伊是阿仁，阮斗阵做志工熟悉的。阿姆你好，你好，你食未？要袂呢？安尼我来传寡菜，食食咧才洗身躯。歹势，互阿姆无用。袂啦。阿元因阿母面仔招是咬文，毋知年岁，毋过看起来真老啊。临时用寡海产甲咸价，传暗顿互阮食。因兜无用雅士，用灶香烧水叫我洗身躯。伫顶仔骹摆桌仔椅仔，泡茶组穿便便咧等阮。树林的海风犹是寒寒，天顶有星光咧闪，斟酌看应该是飞行机。门口埕尾有家家歌声，软过海风的声传来，听起来无啥熟悉曲调，是阿姆咧唱歌。听人讲你是一位作家，是啊，加减有写一寡诗甲小说。真好，你敢会当写阮阿母的故事？阮阿母毋是普通咱遮的人。阿元拿泡茶，拿做一个广告的开头，安尼讲。伊是印尼人，毋是，即阵应该是提莫的人。你是作家，应该会知影提莫已经独立啊。迄个所在一直拢真乱。说落来的话是阿元讲的故事。阮遮本地就是渔村，再来挖海食海。阮祖先世代拢靠船摆仔讨性命，近海较暗，远海鱼较靠，水流就是阮的日头。一般人是日头出来就出去做工课，日落才回来。阮是看水流，靠流也是南流。阮有俗语讲，月若到，水就流，会使讲是看水流食饭的。1950年代，台湾真紧张。渔船袂使掠对台湾海峡相湾支那迄边去，毋过近海鱼确实真暗。阮的船是轻便的平地啊，袂堪即驶上远。迄是阮阿爸的时代，即阵都也过身几十冬啊。逐年寒人，乌鱼拢会顺乌流对北收对南去，到阮遮的时还袂够熟，袂使掠。阮装的会顺鱼仔只对落南。毋过到台南高雄晓因的渔场，阮嘛袂使侵入去，无法度得到往南。有时啊，船入去巴士海峡，侵去到菲律宾、印尼对南洋的渔场去。拄则我有讲过，阮阿爸的船毋是会当走远的。有一摆煞拄着风台，袂赴瓦花米，互风扫甲冰船，迄是深海。刚才有印尼的渔船无倒，救着阿爸，迄是阮外公甲阿姑驶，甲阿爸救转去因兜。尾仔才知影，阮外公甲阿姑毋是真正的讨海人，因是反印尼统治的革命者，就是即时铁幕独立军受印尼政府统治，海是上好逃亡的路途。阿爸互因救去了后，一时还无法度转来台湾，伫遐熟悉因兜干那一个查某囡仔。就是阮母啊，听讲嘛毋是啥恋爱。外公甲阿姑知影因处境危险，惊看见着即个查某囝小妹，暂时拜托阿爸甲伊带来台湾，讲若等局势较稳定，因会使船来带转去。为着要互阿爸会当转来，因要一只尖底互伊驶转来台湾。阮阿母迄阵才15岁尔，听讲因遐的查某囡仔较早到水。查某囡仔溜溜啊，到10外岁就嫁啊。阿母虽梦还未嫁，毋过嘛做人啊。过春年就要互人带入门。拄来时，伊逐工去海岸顶等故乡的船只，望春后会甲因阿爸甲兄哥的船倒来，一工等过一工，海水毋捌早来故乡的消息。
阮遮老一辈捌讲过，迄个时阵，阮即个渔村仔的港口，逐工夜晚时，伫夜幕轻轻的海岸，会有一个穿南洋衫拢的水姑娘仔伫遐唱歌，是阿母因遐港口咧等人的歌。连附近庄头的人，嘛会专工来看迄个外国姑娘仔伫海岸边唱歌的形影。过一两个月，就是等无故乡的船只，一直到过正半年，才有一只船仔来，是阿母要嫁迄边的人冒性命危险驶来。恁阿爸甲恁的兄哥，拢总互印尼政府掠去。你迄个未婚夫想办法要解救，嘛着掉。印尼政府甲因拢判死刑，顶个月总出国啦。啥？哪会安尼？迄个无缘的翁婿，吩咐人叫伊莫阁转去，家己踮台湾找生路。有走一粒伊在生上宝贝的手表啊，来要互阮阿母做纪念。这是你的未婚夫交代要互你的。头起先，阿母袂当接受这款事实，共款走去港口等船啊，望有啥奇迹出现。毋过，港口敢若海鸟来去，海水悠远，无话无句，毋捌流涉歌风声，互岸边的人一丝仔希望。过一年，阿爸讲要去伊的故乡探消息。我去探看卖你阿母有好好无？我甲你斗阵去。安尼上危险，你毋通去。我袂使无去，若无，凡世永远见袂着阮阿母啊！阿爸挡伊袂牢，随望危险，结局要是两人驶去只尖底仔去。去到遐。阮外妈还伫咧，毋过破病甲真严重，交代一个伊上介绍的查某囝讲：为着遮的百姓，咱岛的人牺牲有够啊！你是咱岛最后一个人，毋通阁留伫遮。若无，你紧早晚莫会行上恁老爸甲兄哥的后路。阿母，去看什么所在，拢挺好去。莫伫印尼政府管的所在就好。也无你交阮做伙转去台湾好无？对啊，阿母，你会使交阮斗阵转去台湾啊？我想老啊，袂堪得啦。搁再讲，我的翁婿、后生拢死伫遮，我嘛要死伫遮，死了才有法度甲翁婿、后生做伴。阿母。伊讲阮阿爸看起来是真好的人，若要袂娶某，希望会当即时伫伊的面头前结婚。哪会当看到查某囝结婚啊？安尼我以后去见翁婿，才有一个交代。就安尼，阿爸甲阿母变做翁某转来。毋过伫台湾，阿母无身份，伊算是偷渡的。照法律，伊爱互人遣送转去印尼。印尼政府知影伊的身份了后，定着无留伊活命。这段时间日子过了真惊吓，加在阮这渔村不比都市，政府的人喊得来，在地警察、村长拢知影这个故事，无人会害因。一直到3年后。阮总有一个查某囡仔去海林捡花壳啊，进水的时靠说伊水性色，无随走，互海燕卷去。这嘛毋是偌稀罕的代志，换海食海，互海食，天地本底就是安尼。迄个年岁比阮阿母较济，20桶啊。本来阮遮就有风俗，查某囡仔还袂嫁，若过身。死了，嘛着甲伊找一个翁，算互伊死了有一个名分，就是人讲娶新主牌啊迄款的。趁这个机会，阮阿母就食迄个姑娘的名，嘛叫对方阿爸阿母。户口上，阿母算遮土生土长的在地人。
讲来，阮阿爸迄时30啊，真好娶有某。海口人本地就嫌善嫌危险，有机会娶阮阿母嘛是好运。因印尼这方面的查某囡仔熬操劳，结阮阿爸10外岁，毋过到中年，看起来就那像阿婆啊。俗语讲，棺柴是底死人，毋是底老人。虽然阮阿母较操劳，毋过因结阮10外年尔，换阮阿爸秉存。即便无遐好运，有别国的船仔通甲救，嘛是互海正去。毋则阮阿母无爱我搁落海掠鱼。阿元的故事讲到这，应该是煞。毋过最后伊阁讲，因迄边的姑娘仔较快乐，阮若娶某爱娶较有气的，安尼等10外年啊，阮就变差不多老啊。迄暝我困袂落眠，阿姆家家毋知什么意思的歌声一直唱，伫我迷茫里，嘛探过亭亭的夜雾，对港口流过海，团结到伊迄个已经独立，毋过比咱地动死较侪人，还阁咧战乱的故乡。今仔日的广播剧《印尼新娘》是由陈明仁原作，罗江书编剧，夏玉华单语校正，上用手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元、吴兆祥演出；阿仁、林依婷演出；阿元的老母洪家水演出；少年的老母陈君熙演出；阿元的老爸林君华演出；阿元的外妈陈淑文演出。印尼的庄民关开欣演出。暖暖站门口。今仔日要来讲民生社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高雄第一社区大学讲册台语社5位代表：林依婷、王庆珠、陈丽英、陈丽文，还有郭仲坤。首先，咱来听这5位代表因读今仔日这篇故事的感想，还有民生社的回应。我是讲册社的成员郭仲坤。我对这篇印尼新娘的感想是安尼吼，我讲人甲人吼，总是有怜悯之心啦。吼，虽讲无共国家的人，拢嘛有同情的这个毋甘啦。吼，偏偏伫海面上咧讨生活的人的时阵就对，看生命的危险，总是会出手吼来相助嘛。啊，这是安怎？这是人类珍惜生命的本性。互相相疼痛、相爱惜，吼，这个所在我感觉真使人感动啦。
嘛才有机会通好产生讲啥异国的婚姻，异国的爱情故事啦。咱伫地球上的时阵，遐尼啊大，要啥物时阵发生天灾地变，咱是无法度通好料想的。所摆地球村爱国甲国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听谈，这是人类上界可爱的所在，嘛值得咱来珍惜。我是古翠台语社的副社长林怡婷阮为着要参加今年即个陈明仁台语文学广播剧为着要参加即个读册会，阮真正真认真在读即部册。以我家己来讲，我感觉这36集的故事内底，我印象上介深的是即部《一年新娘》。安怎讲是一年新娘的经即出？因为我听到明天生咧用伊的海口腔录即集，全部内底就即集是用海口腔去录的。我嘛对伊有读过的几篇我哪甲录一解。即集要用海口腔，真正有够困难啦！我读甲喙齿拢拍结。因为咱学台语呼音啦。听写啦、念读啦、手写，这拢简单代志，练就有啊。毋过会当用海口腔，用别人的腔口去读作者的作品，我感觉这是上界困难的代志，爱学习的还佫足济。大家好，我是古早台语社的婷珠伫这篇故事我是学到一寡猎奇的。迄个生活的方式毋爱看迄水人甲日月来过生活。另外我嘛对作者描写迄个光景迄种光景，我嘛是感觉真好特别伊一搭车驶入去庄头迄段，我就感觉有影有声有味拢来啊车对大通路我入去庄头路啊天色暗嘛。夜蒙雾大地，即个渔村，窗仔门拍开，夹冰水流入啊，车前顶笑探蒙雾，敢若有灯火咧点动，应该是渔船啊，四边连吱吱，敢若天地拢照过去，毋但连海看过去。所以即个所在有够静诶，就是因为够静诶，所以人咧唱歌迄种低低诶声音，才会遮尔清澈，遮尔明所以伊诶哀怨，伊诶思念，就是迄个声咧，足细声，毋过迄个声就一直牵入。所以我是感觉即个所在是我感觉较有印象诶所在。大家好我是古早台语社的丽英我嘛是足有感想的我感觉讲明仁老师伊足够制造迄个气氛所以佫有充满这篇文章伊佫有充满迄种领导的迄种精神有伫即内底我有读到一个足心酸的所在我有特别甲伊注记起来，就是伫227页遮我有看到伊写即讲，伊逐工就是即个印尼新娘伊逐工去海岸顶等故乡的船只，望春楼会甲因阿爸甲兄弟的船渡来一工等过一工，海水毋捌早来故乡的消息我看到即句足心酸诶，伊就是伫遐望啊望，等啊等，就是无消息全无啊。海水全世界啊，你望伊早来消息迄是对啊。伊着你啉手去收视海，啉水足客诶啦，尾啉足客。伊本来是海水。海水大爆阮目屎，也是海水大爆阮目屎呢，尾人解数啦。迄啲啉水较早变尾啊，较
1970几年了后，林志改做起啦。迄个海记大报跟目屎，伊迄毋能改做啥，迄个基本拢无共啊。伊迄有个意思啦。先嘞大家好哈，我是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的迄个读册会社员哈，我是李文。这篇印尼的新娘吼，我读完吼，就是有几个感想啦。第一个就是讲，挖山食山，挖海就食海，所以伫遮咱就会当去看到真侪就是跟海有关的一寡咱讲的知识也好，常识也好吼。因为虽然咱台湾吼四面环海啊，毋过咱自细汉时代就讲迄危险，毋通去。所以阮细汉真正嘛罕得去迄海边啊吼，像若咧耍水吼，就去用走动。伫遮就看到，真诶就讲月若倒，水就流。我头先想讲，月亮毋是拢暗时较出来，月若倒，水就流，我就毋知，我就去查者。原来伊是要讲啥，这个学着。搁再来这篇内底，我个有去联想到，就是讲咱台湾的较早迄种食民，因为伊这个印尼的这个新娘乡来到咱台湾，其实嘛是真侪迄个历史的迄个背景啦。咱台湾你看，迄阵嘛有侪人因为安尼，有的人嘛无才调伫台湾嘛爱走出去啊。甚至伊伫台湾无法度处理遐个，咱讲某囝也好，还是时代好，嘛有可能就像伊的阿爸阿兄共款死去啊。所以这个部分你就会去感觉讲若真正国家啦咱较多讲，咱若无才调有一个家己的国家，无才调有一个主体群，这个时代背景所产生出来迄个结局，就互人感觉毋知要安怎讲了，就是敢若讲心酸两字安尼尔这个这篇是我这是伫中共咧做节目嘛。这篇咧播出来是因经理有动，你讲道理的故事嘛。尾因这个组员啊，拢干做出抗议啦。人咧讲人迄无人诶物件，讲人迄无人诶物件，你甲就这我咧讲道理袂使咧，咱袂使别人国家袂使咧。过来这内面有一个错误，迄阵原来毋是印尼，是葡萄牙。我写毋对，因为我就无查资料嘛。尾下来有甲讲，我内面写写，我写毋对，但是我紧啦。人1999年就独立嘛啦，叫做Eastern Timor啦。Timor，对，系 Timor。系啊，我写这篇就是我想要写就是较无共款的物件啦。迄阵大概印尼新娘，我就是讲迄个是个话题啊，带印尼新娘嘛个话题啊。我想要带印尼新娘，我是安怎安尼啊？为遮来啦。这个字我别去甲纪念叫字的代志啦。是讲你头前就袂写叫字系啊，去甲叫做原安尼。老师拄李文有讲着月若倒。水着流，伊这意思，我有去查一段，我有甲伊查，伊是讲月娘啦，甲日正当中，就是月娘啦，正当中咧，就是中昼的时阵吼，伊迄个位置啦，来到这个位置的时阵吼，月娘甲草水有关系啦，对，伊就会涨潮啦，对。水的老，这个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水的涨潮咧，南老科老啊。系啊，个南楼甲科楼啊，南楼涨潮啊，科楼就退潮啊。春楼，春天也用啊，水楼啊，迄个海楼啊。春楼。好，感谢民先生。接下来是咱问问题的时间，咱请读册判分别来请教民先生的问题。我遮迄落有一个简单的提问啦，就是讲你伫个这篇内底先提到讲啥，迄个印尼的查某人较贤操劳啊，查甫人呢，敢有共款即种现象嘛？有哪会较操劳啊？伊拢读过遐就计啊，
较早先啊，较早教水，较早教分，较早教分。你啥教水是咱的较早的讲法，教水。你个同过来讲教水啊，水果子讲教分啊。人讲教水，果子讲教分。果子你个是不讲教分啊，是不讲教分。人讲教水哦。原册 CD 的念托吼是海口腔啊，毋知影即个海口腔是倒位啊？毋知是倒一个地头的海口腔啊？啊，过来第二个问题是问讲，我看听老师这 CD 录了足好啊，足清楚。甲老师平常时讲话这开口无声共，咧 CD 内底是每一字每一音，这音调拢足准足准。啊，所摆我就足了解讲。那安尼，甲你平常时讲话无啥共，毋知你安尼录吼，敢若一集着爱着偌久才有通录到遮尔精彩，遮尔清楚，搁遮尔准以上。录诶，迄是戏剧语言啦，毋是我讲话语言，戏剧诶语言。啊，我这因为我思考吼，我是大西甲鹿港吼，有感觉差别。鹿港甲平湖迄种腔。对啦，迄个啊，我伫大西，过海口故乡，我伫遐腔口做一条早，伫遐住半年。啊，鹿港腔当然我嘛知影，差偌济伫倒位我拢知。啊，所以我了解时我会较慢，较斟酌诶。我知影伊诶变调安怎变，我知。迄变调原则啦，啊，伊有变调原则无共尔。啊，基本就个词无共，就按咱讲方就讲方，套方吼，方头水尾。对，他伊音袂比牙刀，迄牙刀，我录这是有影真费心啦，因为我较认真毋知啦，啊边仔方就边仔咧咁听啦，因若毋对迄甲讲啦。啊，即边用迄个就是讲的海口腔来作为目的是啥？啊，人伫发生伫因为我地点伫遐，啊，遐个人讲话，咱可能讲别种腔。对。所以若阿元讲的，我就话我咧头前我就无，我咧讲话就无，啊，甲阿元讲的我就话海口腔。对无？我嘛发觉英语啊讲话嘛是，对吧？有用海口腔，敢若男主角用海口腔讲。对啦，因老母也毋是海口腔的人啊。我想要问的就是讲，即个腔口吼，咱透过即个录音的方式，当然会当来保留，啊，但是毋知伫咧写作业当有即个设计当达咱的，像我的故乡是，啊，我知影阮朋友讲话嘛无啥相共，啊，所以有个人就想讲，咱朋友诶迄个故事也是包歌，吼，咱若要来真正来记录起来。哦，咱敢有法度用白话也是按什么方法来甲保存，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就是天母这个国家吼，咱即摆就是拄着迄足侪外国家这个代理事的时阵吼，啊，当然你是直接用天母，啊，但是就是咱即摆若新闻若是啥物落雪啊吼，还是啥物吼，啊有当时咱着听嘛听无啥有用台语的时阵讲，啊，毋知即个若是外国名国家的名，咱咧以后咧台语的使用。上好是这个原因啦，这人的原因啦。叫迄个演人安怎讲，咱就安怎讲啦。伊安怎讲，咱就安怎讲安尼。系啊，我无咱听无啊。土耳其，讲日本的地名共款啦。系啊。系啊，用大阪换做大方嘛，怪怪哦。我萨卡就我萨卡，我萨卡，对。头 Q 啊 ，Q 头 Q。伫迄个他拄仔老师已经有讲，你这篇是。1999年发生的嘛，啊，当时是你答即个印尼新娘即个故事吼。其实天母的历史是伊是报道也有统计过，啊，毋过到尾伊差不多有20天的时间，确实伫参印尼是正甲要害，就是伊要动力。所以你历史的过程是无毋对的，只是讲个时间点走煞。你若时间点。是对了，就是我就是安尼，尾也简单讲分开。哦，对啦，嘿啊，啊，毋过你头前你即本册头前是有讲你无要改，啊，毋过阮咧即篇咧讨论的时阵，有一个同学吼，伊嘛有讲着讲，无定啊，是毋是安尼来大学生咧问者，讲头前92的即个年代，啊，这个印尼即种
种政治的混乱吼，是种任何即种物件，可能有咱有要安尼甲伊讲，其实足侪人拢是无顾的，毋过天要变安尼，还是讲迄政治要安尼拍来拍去，足侪个百姓是拢下骹做一个无辜的牺牲者安尼啦吼，只是讲。是毋是有即个要甲这两项做一个对比？因为安尼读到尾啊，甲介绍嘛有即个意思。好咧，就是真正我嘛无了历史地理这常识啊，我嘛无啊，就是凭我的家己的，我也袂去查资料啊，我是作家还是讲历史学家？毋对就毋对啊，那讲毋对，我就承认就好啊。到底对毋对，我毋知啦。我嘛无 care 啦，因为我这是文学啦，毋是咧写历史啦。代志我是有，咱甲讲出来，我有资料甲交代一下。然后讲这毋对啊，我就交代一下，代志我来改安尼。大家好吼，我是丽英。我这有问题吼，想要请教老师吼。因为是文学啦，所以虽然我感觉讲这可能无啥可能的代志吼，亲像讲伊用迄个江底船吼，江底吼，江底啊，嘿，江底啊吼，载因老母吼来回台湾甲印尼吼，这是小可感觉讲，无啥可能的代志啊吼。佮有第二点就是讲，伫迄个渔村吼觅三冬啊，觅三冬佮会使讲去摕着别人的迄个身份安尼啦，但是这就是文学嘛，咱着看看咧吼。迄毋是文学尔，迄是有可能的。因为遐个警察拢大家拢知，伊着用阮，遐个警察无可能毋知啦。伊着用阮啦。台湾人认真味。我你着你着无尊重食这份，当然你讲官府毋知哦，无可能。但是伊着当作无看见。所以就是感觉讲，那有可能有即个代志发生吼。过来就是我较好奇的，就是讲明林老师你为安尼第一集一直到第6集吼，足侪拢是咧写庄脚的代志，但是你这篇文章吼，就甲你进前的作品拢无共。你到底有想要表达啥物？甲伊寄托伫即个故事内底。因为我作品就无定个，迄个嘛渔船嘛是庄脚，但是我写主题无共尔。我咧讲人印尼，人这都是天魔都咱路里嘛，咱台湾咱无才调。对啊，所以我即摆就是讲，是毋是？所以要加紧嘛。所以我就是讲，我迄阵看你的感想，就是讲，老师你有要借即个故事来谈论讲其他国家的情势。变咱较老的物件，咱都会当去做啊。对啊，咱就来凸显咱台湾，咱台湾的地位，也是咱台湾即摆现。当然我无讲出来，但是大家人会感受嘛。嘿，对啊，我就是有感受到即点，所以我毋知要问你讲，你到底是要表达啥物？你你要甲迄个寄托啥物伫内底？寄托咱台湾人认知啊。安尼我知影。当然是无识个啊。要讲台湾俗语就袂使直接讲啊。即摆就无问题啊。我毋是无问题，文学个物件无水。对文学来看，你要你去做车理论就好啊。文学有文学的处理方法啦。好，感谢今仔日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5位读册班，甲咱民生的带来精彩交流。最后，咱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副教授丁宏典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这篇故事的见解。这个印尼新娘甲咱所想的迄种会去带东南亚的新娘的理由无共款。这内面就是讲我大汉的我，这个我已经是大汉的我这个叙述者描述故事讲故事的人已经是大汉啦。伊写讲1999年9月21日，这个大地震921地震我嘛有经过，咱拢有经过。伊就落去斗南，搁入去南投，想要斗三江救灾。伫救灾的过程，伊熟悉一个中年人叫做阿元。阿元甲伊讲，伊最近有想要娶一个印尼新娘。伊讲这是伊专工景的，伊有特别的理由，是为着要互因阿母较有伴。
安尼啦吼，伊就讲招即个我去阿元因兜佚佗，因兜伫迄个离北港无介远诶一个渔村啦吼，渔村。我感觉即篇吼写个足有林诗人诶迄个角色吼，真明显，就是讲伊有足侪描写景致诶所在吼，写甲真有诗意，迄个景色真水吼，画面真有感觉。比如讲，伊讲伊到迄个庄仔诶时阵吼，伊讲夜蒙雾搭伫即个渔村。窗仔门拍开，咸味随流入来。车前顶笑窗蒙雾，敢若有灯火咧叮当，应该是渔船啊。就是讲这落长啦吼，包括几啊搭，就是讲你会当有看到目睭会当看到迄个色彩光影，啊，你身体会当感觉到迄个蒙雾诶感觉，啊，搁有迄个咸诶味吼，咱诶喙齿，啊，落来就是讲。迄个人伫即个天地内底，迄种真水诶感觉。啊，过来就是讲阿元讲因阿母，阿元因阿母即个故事是甲迄个咱讲诶当地文吼，当地文即个，我有去查伊叫做 Timor 吼 ，Timor 其实是地文啦。啊，伊这当地文吼，伊个有一个西地文，这地文都有分当地文甲西地文。当地文本来地文都拢是去古早拢去互葡萄牙人占领，啊了后葡萄牙拍输荷兰人，所以甲西底文挂荷兰。啊，即个当地文甲西底文吼，因伫即个1942年到1945年，佮捌互日本人迄个大东亚战争吼去互占领超3冬诶时间。到1945年8月了后，就日本战败嘛，就兴互葡萄牙，所以当地文天魔遮就是佫是葡萄牙占领。了后伫即个1974年诶时阵吼，讲葡萄牙陆续开始放弃海外殖民地嘛。啊，伫即个1975年11月28号，当地文天魔伊就对即个葡萄牙独立，独立交讲了吼，过无偌久，伊就去互印尼占领，吼，因为伊隔壁就是印尼，吼，印度尼西亚。啊了后，伊就成做印尼诶一个当地文省。啊，经过20外冬诶独立战争吼，讲是造成有10万到25万人，差不多安尼死亡。了后，伫即个1999年8月30日，联合国监督之下，因全民公投决定要独立嘛。独立了后，结果去印尼诶军方甲即个当地文反独立者吼，就对即个因遮诶人吼，产生真暴力诶即个迫害屠杀吼。啊，最后因也是有独立成功，就是讲联合国介入，国际部队介入啊。了后呢，就是伫即个2002年5月20日，因正式独立吼。啊了后，因2002年9月27就加入联合国，安尼，所以即马加入联合国。啊，这我感觉对于咱台湾来讲有真有启示，所以我认为阿玲会写即个故事吼，甲咱台湾的命运是真有关系。为什么当地文伊会想要独立？因为因讲诶，因当地文吼，因家己诶官方语言是伊诶迄个德顿语。好，啊，甲就是南岛语系，过来就是葡萄牙语。啊了，官方诶文字是葡萄牙语诶文字。伊甲即个印尼诶人诶，即个就是无共啊，因为过来就是讲，因为全世界足侪独立诶运动吼，拢是因为只有家己做主人，才有法度家己决定家己诶性命、家己诶命运。啊，即个故事内面诶阿元因阿母诶老爸，就是阿元诶外公，阿元诶阿姑。甲阿元因阿母诶未婚夫，拢伫即个过程当中去互印尼政府判死刑，吼，因为安尼，所以阿元伊诶外妈就叫阿元因老爸甲即个阿元因老母甲伊结婚，甲伊带转来台湾。啊，伫即个过程佫因为海口有一个姑娘啊，因为因迄搭遐有人迄个渡水淹死，伫海边淹死，啊了后，迄个姑娘诶名咱互阿元因老母用伊诶名。啊，因为安尼吼，所以即个故事真长啦吼。毋过我感觉就是讲，阿玲咧写伊即个，伊毋是一种批判性诶，伊咧写就是讲咧看即个因阿母吼，伫即个海边吼，定伫海边咧思念伊诶故乡诶人，啊，伫迄夜幕诶港口伫遐咧唱歌，迄种背后是真深诶故事。啊，若毋是阿元讲，其他人嘛毋知影即个因阿母心内咧想啥。啊，伫即个内面就是讲。真可惜，就是讲阿元因阿母拢无讲话，咱毋知影伊家己有啥物想法。啊，毋过小说一定是无法度满足所有诶人啊。徛伫一个我来观看即个故事吼，安尼甲伊写落来，安尼嘛是，这是对一个短片来讲，安尼是已经真好啊。啊，
伊最后有讲，即个独立战争啊，竟然比台湾的地动死搁较侪人，这嘛是搁回应伊头前咧讲92地动，所以这篇是阿林的这个故事内底较特别的一篇，也是较有诗意。我感觉是因为阿林伫咧写当中也去思考到台湾的文明，甲台湾的未来。暖暖专门去，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讲到南楼、乌楼等等的台语词。节目上来去，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广册协会理事长萧林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几句台语词的意思。南楼，南楼，海场的意思。乌楼就是华语讲的黑潮，到水华语讲成熟。过来爱讲较详细，就是观察是底死人，毋是底老人。我想到的是观察底死。无地老，还是观察地草无地老，还是观察地死的，毋是地老的。这个讲法足侪种。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 K 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 K 电台制作，公司主持。感谢陈明仁、萧林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社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营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细厝的心事》，欢迎准时收听。敢要照到阮故乡的残垣。